北角隱世嘅日法 fusion omakase，晚餐只係需要688蚊，非常之有性價比。首先有呢個 bread basket，有明太子脆片，中間夾住明太子醬，蒜蓉芝士軟包咧外脆內軟，非常好食。然後嚟到有呢個青魚脆骨夾拖羅蓉，青魚嘅脆骨咧竟然係有好香嘅青魚味，時令刺身有茅丹蝦配上海膽醬，非常鮮甜。Burrata 嘅芝士奶香咧配上鮮甜嘅車厘茄同埋脆菜咧，非常清新。呢個 scallop 嘅 carpaccio 咧就比較普通啦。跟住有呢個龍蝦清湯啫喱配上魚子醬啊，又係一個極鮮甜嘅菜式。然後今晚嘅 MVP 咧係呢個海膽茶碗蒸，海膽咧非常鮮甜，配上茶碗蒸嗰個蛋嘅嫩滑，一放入口咧簡直係味蕾炸彈啊！然後呢個拖羅飯團咧，拖羅係有隻燒過，幾有油香嘅，不過個飯咧就偏硬啊。跟住呢個魚批咧焗得幾香，不過個魚咧就相對比較鞋口。然後呢個鵪鶉髀配上雞肝蘑菇，然後呢個熟成牛扒咧非常之腍，因為佢係用熟成嘅方法整嘅，所以個質感咧比起平時食嘅煎牛扒咧有啲唔同。然後呢個原隻北海道鮑魚嘅手工意粉，每一條嘅意粉咧都係佢哋人手織製嘅，意粉汁咧用咗鮑魚嘅膽，會食到好濃郁嘅海鮮風味啊！然後埋尾有呢個雞湯嘅精華，時令甜品咧係薑雪糕配上佢哋自家焗嘅榛子，好欣賞呢度嘅創新同埋 fusion 啊！喺留言 tag 你個好朋友出嚟，叫佢請你去食啦。中意嘅記得 like and share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